恭讀聖若望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門徒們彼此對視，不知道他指的是誰。門徒中有一個是耶穌所愛的，正坐在耶穌身邊。於是西滿伯多祿示意他去問耶穌所指的是誰。這個門徒便靠着耶穌的胸膛問他：主是誰？耶穌回答：我在碟子裏蘸了餅遞給誰，誰就是。說着，耶穌拿餅蘸了，遞給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。猶達斯接過這餅後，撒殫便進入了他的心。耶穌對他說：你要做的，馬上去做吧。同席的卻無人明白耶穌為什麼對猶達斯說這話，因為猶達斯掌管錢袋。有些人以為耶穌叫他去買過節用的東西，或是拿些東西給窮人。猶達斯接過那塊餅，便立刻出去。那時正是黑夜。猶達斯出去後，耶穌說：現在人子已受到光榮，在人子身上，天主也受到了光榮。既然天主在人子身上受到光榮，天主也要光榮人子，而且很快就要光榮他。我的孩子們，我和你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多了，你們將要尋找我，但我曾對猶太人說過的，現在也對你們說，我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去。西滿伯多祿對他說：主，你要去哪裏？耶穌回答：我要去的地方，你現在不能跟我去，但是以後你會跟我去。伯多祿說：主啊，為什麼現在我不能跟你去呢？我已準備為你捨命。耶穌卻說：你要為我捨命嗎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雞還沒有啼，你就會3次不認我。上主的話。